第二項質詢，甘乃威議員。主席，據悉曾有喺內地黨政機關工作嘅人士，成功連任或者當選為第4屆嘅區議會議員。並有市民懷疑佢哋係中國共產黨（下稱共產黨）嘅黨員。自香港回歸後，內地嘅公職人員如以公職身份受委派往香港工作，須持有因公往來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通行證（下稱通行證）。喺2002年立法會通過咗2001年入境修訂條例嘅草案，規定呢啲內地嘅公職人員以公職身份喺香港工作嘅期間，不得被視為通常居於香港。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有否評估呢啲曾經喺內地黨政機關工作被懷疑係共產黨嘅黨員嘅人士進入議會，是否已成為香港第二支管治嘅隊伍，並干預香港嘅內部事務，以及破壞咗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同埋港人治港嘅原則？若有評估，詳情為何？若果冇，原因為何？第二，基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同埋港人治港嘅原則，會否考慮規定任何屬共產黨嘅黨員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喺參加各級議會同埋行政長官選舉時，須向選民披露其政黨嘅聯繫，包括是否中國共產黨嘅黨員？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第三，自香港回歸後至去年12月31日為止，每年持有通行證喺香港逗留嘅內地公職人員嘅數目，以及持有該等證件嘅內地公職人員喺中國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同埋解放軍駐港部隊人員嘅數目分別為何？並以表列出該等嘅資料。有否評估並與中央商討，該等人員返回內地後，再以其他途徑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時，會否削弱市民對一國兩制嘅高度自治同埋港人治港嘅信心？若有評估，詳情為何？如果冇嘅話，原因為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就甘乃威議員提出嘅3部分問題，我哋答覆如下：第一，自特區成立以嚟，中央政府係一直嚴格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基本方針政策以及基本法嘅規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保持香港嘅繁榮同埋穩定。就立法會同埋區議會選舉而言，立法會條例第542章第37條及區議會條例第547章第20.1條清楚列出獲提名為候選人嘅資格，包括候選人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等嘅規定。立法會同區議會選舉都係嚴謹地按照法律舉行，所有候選人係必須符合呢啲法定嘅規定。第二，現時立法會同區議會選舉嘅候選人可以選擇喺提名表格同埋選舉事務處印製嘅候選人簡介中填寫政治聯繫。此外，根據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立法會及區議會規例，即係第541M 章，候選人係可以請求選舉管理委員會喺選票上印上關於候選人嘅詳情，包括訂明政治性團體或訂明非政治性團體嘅登記標誌及名稱或者簡寫，或者訂明人士嘅登記標誌及又或獨立候選人嘅字樣，或者無黨派候選人嘅字樣。有關嘅法例係並冇規定候選人必須喺候選人簡介或者喺選票中公開佢嘅政治聯繫。至於行政長官選舉方面，目前嘅法例係並冇規定候選人必須披露佢嘅政治聯繫。然而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569章第31條，喺行政長官選舉中勝出嘅候選人係需要作出一項法定嘅聲明，表明佢唔係任何政黨嘅成員。
我哋認為目前嘅做法咧係適當嘅，本屆嘅政府係冇計劃係作出修改。我哋會繼續致力確保所有公共選舉會按照有關法例喺公平、公開同埋誠實嘅情況之下舉行。第三，過去3年，即係2009至2011年，每年持因公往來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通行證首次入境嘅數字分別為8579、7259以及7432。有關嘅數字係不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嘅人員。入境事務處係冇備存持因公往來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通行證入境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或者經內地當局批准而在港開設嘅中資機構工作嘅人員嘅分類統計數字。入境處按照入境條例第115章嘅規定處理核實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資格嘅申請。根據該條例第2.4(a)(4) 條，已訂明嘅中央人民政府旅行證件，即係由中央人民政府發出，其封面上邊嘅名稱為因公往來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通行證，並註有述明持證人係國家公職人員，受委派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工作的簽注的旅行證件，呢一啲嘅持有人嘅身份留喺香港呢，係不得被視為通常居於香港。因此，上述嘅人士係不能符合該條例附表1第2B 段有關香港永久性居民嘅規定。多謝主席。甘乃威議員。主席啊，其實大家都好希望，香港人都好希望咧能夠即係中央政府能夠遵守呢個一國兩制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個原則。香港人咧最擔心咧就變咗驚人治港。咁但係咧我睇翻啲數字啊，頭先局長俾我哋啲數字咧，其實過去幾年咧都有超過7000人就攞住嗰個即係有關嘅通行證嚟香港。即係如果我咁計嘅數字咧，回歸以嚟咧就超過10萬人咧攞住嗰啲即係公務嘅簽證嚟香港嘅人，即係每日咧有超過600人，如果咁計數。咁我諗咧我想問下咧就係究竟政府有冇呢個數字咧？攞住呢啲簽證嘅人有冇攞住簽證之後跟住翻內地，然後咧用其他途徑將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唔知政府可唔可以提供到呢個數字？因為大家最擔心好似我哋提嗰個例子就係有關個區議員黃春平，佢就以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宣傳部嘅副處長嘅身份，利用咗呢個身份嘅便利，跟住就去參選，然後成功當選。當然主席就話佢即係依法參選冇問題啦。我哋就最擔心就係咧佢用呢咁嘅身份。我想問下咧，究竟政府有冇同中央政府講下咧，維護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去限制曾經喺啲中聯辦工作嘅人唔應該參與香港嘅事務嘅咧？局長。多謝主席。就甘乃威議員嘅追問呢，有幾部分嘅問題，我睇下嘗試可唔可以一一嚟到答啦。咁咧就首先係嗰啲數字咧，就入境處方面咧係冇喺香港逗留嘅人員嘅數字。頭先我所答嘅主體問題係講佢首次入境嘅數字啦。咁嗰方面咧就我哋就根據我哋嘅理解咧，就大部分頭先我所講嘅數字嘅人士咧，都係喺經內地當局批准，係喺香港開設嘅中資機構工作，或者嚟香港咧係從事一啲好短期嘅文化、體育交流或者演藝工作嘅人士嚟嘅。頭先我所講嗰個過去3年嘅數字，大部分都係咁樣樣。咁呢個第一個追問嘅問題啦。第二個咧就係關於嗰個參與我哋區議會選舉嗰方面咧就嘅資格嘅要求咧。頭先甘乃威議員我喺我主體答案嗰度都講過啦。喺我哋嘅相關嘅選舉條例方面咧，候選人嘅資格係其中一項咧就係需要係香港永久性居民。
咁咧就所以任何人士，如果佢係香港永久性居民，亦都符合選舉條例其他相關嘅資格咧，佢係絕對係有權嚟到去參與呢個選舉嘅。事實上咧，就再基本一啲咧，喺我哋基本法第26條嗰度，金議員都會好熟悉嘅啦，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係依法享有選舉權同埋被選舉權嘅。同時咧喺第25條亦都講過，亦都規定咧香港居民喺法律面前咧係一律平等嘅。故此而言咧，喺選舉管理委員會又好，政府當局又好，只要任何嘅人士係符合我哋目前選舉條例裏邊相關嘅規定咧，我哋都係一視同仁嚟到去處理嘅。第三部分，如果我仲冇聽錯或者記得嘅話咧，金議員提出話會唔會有一啲係以前喺某一啲嘅政府機關做過等等嘅方面咧？我都係同頭先我答第二個問題一樣啦。只要咧係相關嘅人士，佢係符合我哋選舉條例關於候選人嘅各項嘅資格要求，選舉主任如果係覺得佢係通過咗呢啲嘅時候咧，係都會接納咧係成為候選人之一。咁而該位或者係其他任何一齊參與是次選舉嘅合資格嘅候選人咧，當選嘅時候咧，都係透過我哋嘅市民用佢哋嘅選票咧嚟到去投票選出。咁所以佢哋任何一位人士係當選嘅話咧，亦都係反映翻當區嘅選民嘅投票嘅意願嘅。咁我相信呢啲都係我哋香港多年行之有效嘅制度嚟嘅。多謝主席。冇答你咩問題？主席，我個問題係問佢曾經有冇同中央政府商討管制嗰啲、限制嗰啲曾經喺中聯辦工作嘅人員去用其他嘅身份參與香港嘅事務，有冇曾經作出呢個商討？我個問題我認為局長實際上答咗你呢個問題，局長有冇補充？主席，你講得好對。頭先我相信我比較詳盡嘅答案都答咗你呢方面嘅問題嘅。多謝主席。